号称全台湾上贵的光明顶，就是鹿港的天后宫，一拍爱50万。今年阁互共一个人点去咯。这个点灯的民众是咧做营建业，今年是连续第5年来点灯。 中华鹿港天后宫上贵光明顶点一拍就要50万，是全台湾上贵的。外团这拍光明顶今年阁互共一个人点去，庙方嘛证实这个讲法，讲这位点灯的民众是做营建业，已经是第5年来点灯。因为伊每一年拢有3个圣杯，嘛真诚心，才会予伊逐年拢来点灯。 鹿港天后宫的光明顶是以求财的财运行通道上首次，其中伫斗某边仔的斗手，因为敢若一个爱50万，真侪民众拢特别注意。毋过庙方强调，毋是每一个人想要点拢点会着，除了有意愿，阁爱拔出3个圣杯，得到妈祖的同意，而且8字阁爱甲斗手会下。这位点着斗手的民众，平常时就定定来天后宫拜拜。 而且连续几啊年拢得到妈祖的同意，所以今年毋免阁跋杯，倒手直接互这位民众继续来点。